外國人嚟到日本咧，最容易發生交通意外嘅地方咧，就係因為揸到咧我架車嘅 sensor 咧都係咁響。台灣嘅女仔咧喺我哋公司租車咧租咗兩次都發生事故。大家好，我係阿俊，歡迎嚟到我哋 channel。咁之前有一段影片咧就已經分享咗我喺呢個日本嘅租車公司咧任職噶啦。咁喺呢大半年裏邊咧，我喺呢個租車公司都返得幾開心，因為最開心嘅地方咧就係喺公司裏邊咧可以接觸到唔同嘅旅客，包括係香港人、台灣人同埋一啲外籍嘅旅客。最開心嘅就係佢哋嚟日本九州自駕，但係咧最唔開心咧就係間中都有啲旅客咧喺日本係發生一個交通意外。輕微嘅話咧就係可能係一啲車輛嘅刮傷啊，重則嘅話咧都發生過一啲嚴重嘅事故，係有人受傷嘅。咁今日我作為一個租車公司嘅員工咧，就諗住拍呢段影片，就分享下旅客好常喺日本自駕嘅時候發生意外嘅原因，同大家一齊研究下。去前請大家訂閱我哋 channel、like 同 share 呢段影片俾準備嚟日本自駕嘅朋友。有任何意見都歡迎喺下邊留言話我哋知。相信大家都好中意嚟日本自駕遊，但大家有冇留意呢幾年多咗好多關於外國人喺日本撞車嘅新聞？喺度先講一啲實際嘅數字。根據日本警察廳最新公布嘅數據，25年嘅上半年，外國人司機造成嘅死亡或者嚴重受傷嘅意外已經有258單。呢個數字唔單止比2024年多咗，仲佔咗全日本嚴重意外嘅比例去到2.1%，係2016年嘅2倍，創咗歷史新高。咁究竟係因為大家嚟日本自駕太興奮，定係另有原因呢？以下呢，我就會分享最常發生意外嘅原因。外國人嚟到日本咧，最容易發生交通意外嘅地方咧，就係要托馬呢，佢冇托馬呢。托馬呢咧講多次啦，上段片亦都有講過，托馬呢就係必須停止 stop， 就等於香港嘅雙白線。如果你冇停嘅話，而發生交通意外嘅話咧，咁保險公司咧有機會話你因為呢個違反日本嘅交通規則咧，保險係可以不受理，你需要係賠非常多嘅金額。又嚟到需要托馬呢個位置啦，咁停完之後咧，譬如我左右兩邊咧，我係睇唔到有冇車嘅，咁你可以望前少少，望一望個魚眼鏡，望清楚有冇車，再行前多少少。OK， 真係冇車冇人啦，先慢慢過去。呢啲最緊要唔好貪快，因為咧呢啲十字路口啊，需要托馬呢一時停止嘅地方咧，係好容易發生呢個交通意外。例如前面亦都有一個例子啦，有一個係托馬呢需要一時停止嘅標示，我係一定要停一停，停完之後望下前面睇下冇人啦。係啦，我唔停嘅話咧，就會撞到嗰個人，所以呢啲一定要停。同埋右手邊有車經過，我一定要讓佢先。除咗托馬呢之外咧，如果大家前面係見到有魚眼鏡嘅話咧，就最好望一望個魚眼鏡，望清楚有冇車。真係左右兩邊都冇車啦，然之後先慢慢碌過去。嗱，嚟多次啦，呢度有個托馬咧，一時停止之後，同埋因為咧日本啲住宅區咧左右兩邊咧，如果你喺一時停止條白線前停一停咧，你其實望唔到左右兩邊嘅，咁咧所以一定要望前面個魚眼鏡，然之後咧望清楚冇車啦，又慢慢再對出啲，喺呢個視線範圍確定左右兩邊有冇車。嗱，譬如而家我唔望嘅話咧，又有車經過啦，真係確定左右兩邊係冇車啦，又有架車啦，等佢過埋先。好啦，咁左右兩邊真係冇車啦，你然之後先慢慢駛出去，千祈唔好心急，呢啲真係唔好心急。見到有魚眼鏡就真係望一望個魚眼鏡，魚眼鏡嘅作用咧就係俾你望啲你睇唔到嘅地方啊、死角啊、盲眼位嘅地方。我記得咧之前有位香港嘅旅客咧就喺我哋公司租車，然之後去咗唔知油本定別府嗰邊啦，然之後咧佢就駛咗下一啲係比較窄啲嘅住宅區。咁當其時嘅情況咧，就係前面嗰個位係小路出大路，但係冇托馬呢嘅標示，但係前面有一個魚眼鏡，就因為佢冇托馬呢咧，佢就冇一時停止，但係佢又睇唔到前面有一個係魚眼鏡，所以咧佢又突然間係駛出咗嗰個大路。咁睇大路咧，同時間有架車係正直係高速駛過嚟，然之後嗰架大路嗰架車咧就喺高速撞到呢個香港嘅旅客。咁但係咧，由於呢位香港嘅旅客咧係冇讓呢位大陸嘅車係先駛過嘅話咧，其實個責任咧都係歸咎於呢位香港嘅客人。所以理論上，大家見到呢個魚眼鏡，尤其係小路出大路嘅時候，不論你有冇托馬呢都好，最緊要停一停，確保左右兩邊冇車冇人，先慢慢過。而家前面咧就有一個紅色嘅閃燈，
紅色嘅閃燈講多次啦，係需要一時停止咁解。咁呢，佢下面亦都有個提示係妥瑪呢嘅。咁見到呢個紅色閃燈，大家一定要喺白線前停一停。停完之後，最好就望一望前面個魚眼鏡有冇車。譬如而家有架車駛出嚟，我唔停嘅話呢，你就違反交通規則噶啦。自駕遊最驚就係突發情況，好似行錯路、爆胎，甚至乎交通意外。所以好多人咧都會租車嘅時候買份保險，保障自駕遊嘅安全。但係你有冇諗過喺外地上網又係咪安全呢？你可能揸車去到某個地方收唔到信號，隨便就連接附近嘅公共 WiFi 上網，呢個正正係黑客最中意嘅時候。所以我自己咧喺外面用公共 WiFi 嘅時候咧，一定會先打開 Surfshark VPN，佢可以幫你嘅手機或者電腦今日網絡連線，就算喺商場用 WiFi 上網都會安心好多。無論係查地圖定係登入賬號都比較安全。而家 Surfshark 仲有新功能，電子郵件詐騙檢測器，只要安裝 Google Chrome 嘅擴充程式，就可以透過 AI 即時分析郵件，令你收信得更加安心。而且 Surfshark 全球超過140個地區，有4500幾個伺服器，連線又快又穩定。最正嘅係，只要一個賬號就可以連接無限部裝備使用，手機、平板、手提電腦都可以同時使用，仲可以 share 俾屋企人一齊用，咁樣一家人都可以安全上網。意外我哋預測唔到，但無論係交通安全定係網絡安全，都可以做足預防措施。非常多謝我哋贊助商 Surfshark VPN 繼續支持我哋。而家只要點擊資訊欄裏邊嘅連結 surfshark.com/kjun， 或者結賬嘅時候用優惠碼 kjun， 就可以獲得額外4個月使用。有興趣嘅朋友真係要試下啦。好啦，我哋繼續睇下交通事故嘅原因啦。跟住另一個外國人呢，係好容易發生意外嘅地方呢，就係啲十字路口，尤其係轉右。咁就例如而家我要轉右啦，咁就喺呢個 pocket 位等等。咁轉右嘅 priority 一定係最後，你一定要係俾對頭車過晒先。如果你唔知道對頭車係想轉左定直行嘅話，你最好停一停。譬如前面有架車，佢又唔打燈又唔知點，咁啊唔好喐，最緊要唔好喐。你喐親嘅話，佢如果唔係轉咗，佢係直行嘅話咧，你撞到佢咧，你就好大鑊噶啦。最緊要確保真係冇車啦，或者係前面嗰盞燈有轉右嘅箭嘴，咁你先安全駛過。轉右嘅時候咧，亦都要確保呢段行人路係冇人突然間走出嚟，因為有機會咧呢盞燈唔係紅燈，係綠燈，係行人路可以過。所以大家轉右嘅時候，唔只要睇清楚有冇車，亦都要睇清楚馬路有冇人。因為通常轉右咧都係發生意外嘅高危地方，所以咧我都唔介意轉多幾次右。首先確定對面對頭車冇車，右手邊亦都冇行人路過。係啊，呢段行人路大家要注意，佢係綠公仔㗎。如果有行人路過咧，你都要讓佢。如果有行人或者係單車準備過嘅時候咧，你最好都係嗰個 pocket 位等等，確保冇車冇人，安全情況下你先好慢慢轉右。趁我而家紅綠燈準備轉右嘅時候咧，就分享下一個係喺我租車公司發生一個都算係幾嚴重嘅一個係意外。呢個意外咧就係關於一個台灣嘅女仔。我記得呢個台灣嘅女仔咧喺我哋公司租車咧租咗兩次都發生事故。咁最嚴重嗰次咧就係第二次，亦都係關於一個牽涉轉右嘅意外。咁佢當其時咧就準備轉右，咁啊但係唔知點解咧突然間又跳掣。轉右嘅時候咧，就行錯咗對面嘅行車線。譬如咁啦，我應該行左手邊，挨左手邊嘅行車線噶嘛。佢唔知點解突然間跳掣，行錯咗右手邊嘅行車線。當其時咧，我就問翻呢個台灣嘅女仔，佢又話咧，當其時咧突然間有一刻跳掣，以為自己仲喺台灣，所以咧佢轉右嘅時候咧就駛咗去靠右嘅行車線。咁啊，對面靠右嘅行車線咧咁啱就有一架係車輛，咁啊停咗喺個斑馬線前面，因為佢係紅燈嘅狀態。當呢個台灣女仔準備轉右嘅時候咧，佢就係駛咗去靠右嘅行車線。咁其實咧嚴格啲嚟講咧係算一個逆線行駛。咁佢係撞到呢個係日本人嘅車輛。日本嘅單車咧係可以喺馬路行嘅。咁譬如前面有一個單車，你轉咗嘅時候，咁啊真係要確保同佢個距離係比較遠啦。最緊要係轉咗嘅時候望清楚盲眼位，如果唔係咧就好易發生一個叫 Makikomi 嘅情況，即係咧你轉咗嘅時候咧就會將嗰個單車捲入你個車底，所以呢啲咧要特別小心。假設大家嚟到日本咧係唔知啲咩原因咧去到呢啲咁嘅住宅區呢條路係非常之窄嘅話咧，
咁啊，真係大家要小心。譬如咧，兩邊條路啊，見到啲欄杆啊、啲圍牆啊都幾近嘅。尤其咧好多時咧啲燈柱位，其實咧呢條路咧又係好鬼窄嘅，因為窄到咧我架車嘅 sensor 咧都係咁響，真係要特別小心收慢啲。尤其睇下車底啊、兩邊鏡啊，冇會刮到啊。嚴重啲嘅話咧，有啲外國嘅旅客咧，真係去到呢啲地方咧，佢真係同我整甩咗個鏡都有嘅。咁另外咧，大家嚟到呢段路咧，係會見到係雙程行車，但係呢條雙程行車咧，條路係非常之窄。譬如有對頭車經過嘅時候咧，收慢，確保大家嗰個距離。但係右左手邊咧，你又要留意下會唔會揩翻我隔離條燈柱喎。所以咧嚟到呢啲咧，就真係要慢駛，特別小心。如果冇信心嘅話咧，就真係唔好駛入嚟啦。同埋日本係好多單車經過嘅，譬如而家前面有個單車啦，咁啊同佢嘅距離咧要注意翻啦，同埋佢經過嘅時候咧，最緊要收慢咗。如果大家係唔知點解經過呢啲住宅區又正值係放學嘅時候咧，咁啊最緊要收慢，係因為好多小朋友係會走出嚟嘅。係啦，咁啊而家我轉咗，咁啊話俾大家知，呢度咧有間小學。係啦，假設你唔知點解突然間走入嚟嘅話咧，咁啊真係要收慢，確保啲小朋友唔會突然間係睇唔到你架車，然之後咧你架車又撞到小朋友。譬如啱啱左手邊呢個小朋友耷低頭，佢望唔到我車，你又望唔到佢，佢又望唔到你，然之後你撞埋去咧就好大鑊。當然大家最好就避免喺呢啲咁嘅放學時間行入嚟啲住宅區啊、學校附近啦。咁啊呢度有個牌，一時停止托馬咧。過呢個托馬呢之後咧，就唔好即刻走出去喎。你要望一望前面個魚眼鏡有冇車，有冇人，同埋而家兩邊嘅行人路係綠公仔，一定要俾啲小朋友行過先。係啦，咁啊，所以咧，如果大家係唔係好熟悉呢個情況嘅，最好就唔好喺放學嘅時間行過嚟呢啲咁嘅住宅區。啱啱個小朋友突然間佢衝出嚟想過綠燈，如果我收唔切嘅話咧，就撞到佢啦。所以呢啲咧真係要特別小心。咁喺度分享下另一個個案啦。咁啊，記得1個月前咧，有位客人租車之後，大概1個鐘咧，佢就發生咗呢個交通意外。個交通意外嘅成因咧，就係好似而家咁，我而家喺中線行車，突然間呢位客人咧就想去轉去慢線，咁但係咧佢又冇望清楚左手邊有冇車有冇人，然之後咧佢又夾硬轉咗去慢線嗰邊。咁咧原來慢線嗰邊咧當其時喺另一架日本人嘅車喺度嘅，咁咧佢又呢位客人咧就完全冇望左手邊有冇車，咁然之後咧就夾硬 cut 過去慢線，就發生咗呢個交通意外。我仲記得當其時嗰架 SUV 咧左手邊個鏡咧係直情撞甩咗出嚟，左邊門嘅車身咧係好大條刮痕嘅。咁正確做法咧，我要轉咗嘅時候咧就好似而家咁，我又要確保左邊冇車，盲眼位冇車，然之後先打燈。OK， 冇問題，先慢慢 cut 過去。另外有一啲自駕嘅朋友咧喺還車嘅時候咧，先發覺左邊車底有個傷。一問之下咧，原來呢啲自由嘅朋友咧去呢啲便利店或者係超市嘅停車場，喺馬路邊轉左駛入嚟嘅時候咧，佢就揩花到馬路邊呢一個石壆。喺呢度就提醒翻各位自駕嘅朋友，如果你想喺馬路邊駛入嚟呢啲停車場嘅時候咧，就最好留意翻左手邊嘅石壆。轉咗嘅時候咧，就請確保你嘅左邊車底同個石壆之間嘅距離。最好嘅話咧，就係遲少少先轉左，咁就令到架車咧就冇容易揩翻到呢個石壆啦。我而家就身處一個商場裏邊嘅停車場，咁近期咧就收到一位係旅客嘅求助啦，就係佢喺商場裏邊嘅停車場咧，就應該係出車嘅時候咧就唔小心揩花咗隔離嗰架日本人嘅車，咁而隔離嗰架車咧亦都係一架靚車，一個寶馬嚟嘅。咁然之後警察到場之後咧，就同對方嗰個日本人嘅寶馬司機咧就交換咗一啲聯絡資料啊，亦都我哋幫手協助嗰個保險公司係處理呢個 case 嘅。咁同時間咧，嗰個租車嘅客人咧，佢亦都係冇買租車公司嘅保險啦。咁後尾嗰個旅客咧，我記得係都賠咗唔少錢㗎，都超過6位數字以上嘅日幣嘅。咁啊，大家泊車嘅時候咧，就留意翻你本身嗰架車嗰個長度啊、闊度啊，尤其係啲 SUV 啊、7人車啊、8人車之類，因為咧你係會比較闊同埋比較長。咁咧係泊車嘅時候咧，你需要嘅空間比較多。咁啊，所以要留意翻你隔離嗰架車嗰個距離啦，跟住你泊車位嗰個闊度夠唔夠啦？如果唔夠嘅話，就最好扭多幾軚先慢慢駛架車入去嗰個停車位啦。
咁另外咧，亦都有一個係發生揩花嘅機會咧，就係呢啲咁嘅停車場呢啲柱位。咁大家咧見到個停車位隔離一條柱位都比較近。咁如果係對一啲係小駕駛經驗嘅人士咧，佢可能係轉出去嘅時候咧攞位攞得太敏咧，咁就好機會揩花呢啲咁嘅柱啊。所以大家出車嘅時候咧，尤其係一啲係駕司機啊、小駕駛經驗嘅朋友咧，出呢啲停車場咧就小心留意翻呢啲柱位啊、隔離嗰啲車嘅距離啊。咁啊，大家可以留意下呢度。喺呢個停車場已經見到呢度有啲刮痕，停車嘅時候咧應該係唔小心攞得太密就刮花咗呢啲位。今集就分享咗幾個外國旅客最常喺日本自駕嘅時候發生交通意外嘅原因，希望大家嚟到日本自駕嘅時候都唔會發生任何交通意外。如果大家準備嚟日本九州自駕嘅話，歡迎聯絡我任職嘅租車公司，詳細嘅資料咧我亦都已經放咗喺資訊欄裏邊嘅啦。有機會嘅話咧，阿俊會親自回覆大家。咁今集就嚟到呢度，我哋下次見，拜拜。